台南市黄金海岸因为海涝的关系，加上安平上港的土地，造成上港以南到2林溪的沙滩每年来流失。虽然后来伫黄金海岸嘛做了土地，加上北沙南温，才互黄金海岸的沙滩渐渐来恢复，但成效也毋是真好。对此，立委林俊宪上午邀集经济部水利署，甲着第6河川分署到场来会勘，由第6河川分署正工程师针对目前的5种方案来规划比较，目前朝向离岸体的规划设计，希望会用恢复过去黄金海岸水的沙滩。你若对家行袂到海水啦，脚会很烫啦，走不到啦。那现在各位甲看，刷了差不多120米尔。好，当然，因为跟山港开发，我们破坏了原本的自然环境有关系。那现在我们要把它救回来啊，再来恢复黄金海岸啊，过去那个美名啊，让台南市的民众多一个亲水环境啊，能够像以前那样子哈。第一个部分，它需要做水沟模型试验，因为这不比一般河川呐、海物件，它那个需要动床的一个试验，所以这个我也会请成大做水沟模型试验，尽力的做完。好，我们现在方案大概确定，我们就马上做水沟模型试验，花半年时间来做 double check， 因为爱开要用要3亿个钱，政府即摆摕3亿出来，唔是遐简单哈，所以咱做一定要成功。袂使做到失败。上午的会勘除了中央的官员，另外还有地方的民意代表、议员、里长以及南区区长、新台近海水文中心的主任。该案虽然有具体方案，总经费大约3亿，但水利署强调，还佫需要行做水工的试验，并且修正海岸防护的计划。加上目前土地外面还佫有饲鹅的鹅棚，水利署希望每年施工进程会用先甲鹅民来沟通，避免2冬的工期影响到鹅民的生活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